倒數最後24小時，明日8月13號即係農曆7月初一，正正就係1年1度嘅鬼門開。喺鬼月期間，你屋企大門口係阻擋外界雜氣、引入天地財氣嘅唯一通道。俗語講得好，寧修10座墳，唔立錯一套門。大門口千萬咪擺錯。大師今日教你喺大門口擺呢樣嘢，只需要24小時就能喺大門口建立一層堅固嘅鎮宅化煞防護罩，將外界嘅混濁雜氣強行過來，轉化為你屋企嘅大財氣。立秋之後橫財擋都擋唔住。如果想喺8月13號鬼門開當天鎖死全家財富，保佑全家平平安安，請你即刻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盒燈。訂閱我哋頻道就等於請咗一位隨身嘅風水顧問返屋企，隨時為你同你嘅家族保居護航。同時請大家喺留言區打低8月13鎮宅被殺全家發大達呢10個字。呢10個字帶有極之強大嘅正能量磁場。當你打出呢10個字嘅一瞬間，就等於向宇宙宣告你已經準備好喺鬼門開當天鎖死大門納氣口，迎接財神爺跟住你入屋。要明白點解8月13號鬼門開當天喺大門口做鎮宅化煞，具有咁強大嘅護佑與催財功效。我哋首先要了解今年2026丙午晚年嘅特殊天時磁場。2026丙午年喺傳統玄學入面被稱為赤馬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上下交燒，形成咗罕見嘅雙火重搭局。喺這種五行極度燥熱嘅環境下，上半年好多人嘅家宅氣場都受到咗嚴重嘅衝擊。火旺則克金，而在八字命理同風水學入面，金正正就係代表財富、金錢同埋冷靜嘅決策力。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喺過去呢幾個月，不論你係自己做生意定係普通打工仔，都會覺得師今年拉得好緊，開支無端端增加。原本應承咗嘅生意或者獎金臨時變卦，甚至乎手頭上嘅股票投資殺到入肉，呢啲唔係你能力有問題，而係上半年猛烈嘅火氣喺度強行燒乾你家宅嘅財富。而在農曆7月鬼月期間，天地間嘅五行磁場會迎嚟全年最為劇烈嘅陰陽大震刀。農曆7月喺玄學上係新月，新屬金，亦係陰氣開始升騰、鬼門大開嘅月份。當丙午年猛烈嘅火氣遇上龍壽7月極濃嘅陰氣，極熱同極冷兩種極端磁場喺大門口強行交匯，就會產生一種極具破壞力嘅微電。磁波震到大門，作為家宅嘅咽喉同埋宅命之口，所有人每日出入都會經過大門。大門口嘅氣場直接決定全家人喺鬼月期間嘅運勢與健康。風水學講求先避煞後招財。喺8月13號鬼門開當天，先喺大門口做好鎮宅防護，將門口嘅雜氣過嚟乾淨。立秋隨風而嚟嘅金水財氣才能順暢流入客廳，保佑全家人喺下半年逢凶化吉。在了解大門口擺放秘法之前，我哋必須先進行第一階嘅家宅大門口暗煞自查。大門口有3樣隱蔽嘅破財雜物與風水硬傷，你必須喺今日之內附刻檢查並清理。第一樣必須立刻清理嘅硬傷，就係大門對面或者玄關側邊未經遮蓋嘅鏡子。好多香港家庭因為玄關或者大門口空間冇窄，為咗喺出門前整理容貌，或者係為咗增加奧窄走廊嘅空間感，喺大門正對面或者玄關牆上安裝咗大面積嘅鏡子。喺平時呢個可能只係一個生活習慣，但喺農曆7月鬼門開期間，呢個係極之嚴重嘅鏡照雙重門戶大忌。鏡子喺風水學入面具有極強嘅光學反射同埋磁場翻倍作用。大門係家宅納氣口，你在大門口正對面擺放鏡子，鏡子會將大門口納入嘅吉氣同財氣原封不動咁反射出門外，呢個叫把財神拒之門外。特別係喺鬼月期間，外界游離陰氣最盛，大門口嘅鏡子會喺深夜反射門外走廊嘅混濁氣場，喺玄學上形成一個雙重門戶嘅虛幻陰煞局。呢啲會直接導致你在下半年職場上遇到雙重小人陷害，生意上談判被對方壓價，手頭上嘅現金流像鏡中水月一樣看得見卻留不住。第二樣必須喺鬼門開前夕立刻清理嘅大門口雜物，就係大門口走廊堆放嘅垃圾袋、廢棄紙箱，以及玄關壞咗閃閃下嘅燈泡。喺香港好多高密度住宅私樓或者舊式大廈裏面，好多住戶習慣將屋企整理出嚟嘅垃圾袋隨手放在自己大門口外面嘅走廊上，等清晨清潔工人嚟收，甚至乎喺自己門口擺放一個開放式嘅小垃圾桶。呢個喺風水上叫做垃圾煞沖門自絕財路。大門口外面嘅走廊喺風水上被稱為外明堂。外明堂係大門吸入外界吉氣嘅前哨站。
你在大門口擺放垃圾袋，垃圾發酵散發出嘅惡臭同腐爛氣味，會喺大門口形成一個極之兇險嘅垃圾毒氣室。鬼門開嘅陰氣吹過走廊，一遇到門口嘅垃圾室，財氣立刻被污染成穢氣同死氣。住在裏面嘅家人每天出門進門都要經過垃圾袋，呢股瘧氣會黏附喺家人嘅衣服同孩子上，被帶入客廳。呢啲會直接導致全家人下半年健康受損，呼吸道與皮膚容易過敏發炎。而且職場上貴人遠離，小人環繞。如果大門玄關嘅燈泡壞咗幾個月唔換，昏暗嘅玄關會強行滋生呢股垃圾毒氣室，搞到一家之主事業前途暗淡無光。第三樣必須喺今日清理同修復嘅大門口硬傷，就係大門門側生鉗發出嘅刺耳異響，以及門把手鬆動。門把手同門側喺玄學風水入面被稱為手握金權與家宅動能。每次你用手拉開大門返屋企或者出門返工時，門把手同門席係你第一個接觸嘅家宅金屬部件。好多香港舊樓或者公屋嘅門把手同門席，因為用咗幾十年，金屬電中層已經脫落生腸，每次拉開門都會發出刺耳嘅吱吱聲或者嘎吱聲。呢個喺風水上叫做金屬失煞，鬼叫門聲煞。門把手與門席生腸發出刺耳噪音，喺風水學上被稱為聲煞。每次開門關門發出嘅噪音會強行打破大門納氣口嘅平靜微磁場，特別係喺龍鬧7月鬼門開期間，刺耳嘅門側異響就像係喺黑暗裏面發出召喊低頻雜氣嘅信號。呢種聲煞會直接阻礙一家之主嘅社交運同談判能力，搞到你在生意談判或者職場溝通時說話缺乏威嚴，容易同顧客或者老細發生口舌爭執。原本臨門一腳嘅生意會無端端吹咗。你在今日買一瓶潤滑油噴喺門席同鎖芯裏面，讓開門關門變得順暢冇聲。如果門把手已經嫌重生或者鬆動，立刻買個新嘅金屬門把手換上，讓門把手光亮如新，開門順暢冇聲。呢個叫手握金權聲煞消除咯。如果你覺得自己大門口冇上面講嘅3種硬傷，千萬唔好高興得太早，因為接落嚟要講嘅第二階大忌係9成香港家庭主婦與打工仔每天返到屋企出於好意卻天天喺度做嘅反常識破財陷阱。你越覺得方便，屋企個財富漏得越快。呢個反常識大忌就係喺大門納氣口安裝電子鎖、密碼鎖，並且喺玄關擺放 WiFi 路由器與高頻家電。好多香港人為咗追求現代化同方便，喺大門口安裝咗帶有攝像頭指紋識別嘅電子鎖，並且喺大門旁邊嘅鞋櫃或者電視櫃上擺放着24小時通電嘅 WiFi 路由器同埋電視機頂盒。喺平時呢個可能只係科技帶嚟嘅便利，但喺2026丙午雙火年嘅鬼月期間，呢個係極之嚴重嘅高頻電磁火煞衝門局。電子鎖同 WiFi 路由器喺運作時會釋放出高頻率嘅微電磁波，呢啲微電磁波喺大門玄關呢個納氣咽喉處形成咗一個看不見嘅電磁干擾網。當鬼門開外界嘅運毒氣場吹到大門口時，高頻電磁波會將外界嘅雜氣強行震盪放大數倍，並將呢股紊亂嘅電磁火煞直接吹進客廳。住咗這種環境裏面，全家人嘅大腦神經會處於24小時被微電磁波干擾嘅狀態，搞到你夜夜失眠多夢，睡眠品質極差，夫妻之間無緣無故發無明火。而喺職場同生意上，這股電磁火煞會打亂你嘅冷靜決策力，搞到你在深夜衝動下單買股票或者答應不合理嘅合作，最後今年被強行套牢，財富大出血。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俾咗你極大嘅啟發，讓你明白把大門口納氣嘅真正天機，請你即刻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燈。訂閱我哋頻道就等於請咗一位隨身嘅風水顧問返屋企，隨時為你同你嘅家族保駕護航。同時請大家喺留言區打低吉數聚財橫財就手呢8個字，呢8個字帶有極之強大嘅正能量磁場。當你打出呢8個字嘅一瞬間，就等於向宇宙宣告你已經準備好喺鬼門開湯天鎖死大門納氣口迎接財神爺。跟住你入屋清走咗大門口嘅鏡煞、垃圾毒氣煞、門直聲煞同埋電磁火煞之後，接落嚟就係今日全片最核心亦係最關鍵嘅8月13號鬼門開大門口鎮宅安宅秘法。大師教大家喺8月13號鬼門開當天喺大門口擺放嘅呢樣嘢，就係喺大門玄關內側嘅櫃禮或者地面上擺放一個乾淨嘅陶土或者玻璃小碗，裏面裝滿乾淨嘅天然乾粗鹽，並喺鹽頂
平放3個金屬大銀仔，好多人不知道，粗鹽喺風水學入面被稱為吸煞神器，而3個金屬大銀仔則代表天地人三才。你在乾淨嘅小碗裏面裝滿乾粗鹽，並喺粗鹽頂部壓3個大銀仔，呢個喺古法風水入面叫做粗鹽吸煞，三才鎮宅，乾鹽鎖財。天然粗鹽係由海水經過太陽長時間曬製而成，吸收咗極之充沛嘅海洋昆土之氣同日光陽氣。粗鹽喺五行入面屬土帶金，具有極強嘅吸濕化煞同埋吸附低頻衰氣嘅功能。3個金屬硬幣，五行屬金，金能生水，水為財。乾粗鹽與金屬硬幣喺大門玄關極重，會在8月13號鬼門開當天形成一個24小時運作嘅微型金土鎮宅陣。鬼門開當天，外界湧入嘅游離陰氣同雜氣一進入大門玄關，粗鹽就會像乾燥嘅吸塵器一樣，將空氣裏面嘅運毒陰氣強行吸附喺粗鹽顆粒之間。而3個大銀仔嘅金氣則會將清吉嘅財氣鎖喺玄關，保佑你全家人喺下半年正財穩固，橫財就手。對於粗鹽安宅碗嘅擺放與維護，喺風水上亦有住極嚴格嘅講究。第一，粗鹽必須係天然嘅抗粗鹽，千萬唔好喺碗裏面加水，因為抗粗鹽喺鬼月期間嘅吸煞能力遠勝於濕鹽。第二，硬幣最好挑選3個香港本地發行嘅5蚊或者10蚊金屬大銀仔。5蚊硬幣形狀圓潤，10蚊硬幣帶有雙色金屬，金氣最足，將3個硬幣洗乾淨擦乾，平平整整咁壓喺粗鹽嘅表面。第三，安宅碗嘅選擇亦有講究，安宅碗最適宜選擇陶土紫砂或者厚實嘅玻璃碗。陶土屬土，土能生金，最能鎖住粗鹽嘅坤土能量。將安宅碗擺喺大門玄關內側不顯眼嘅櫃泥上面，讓它喺整個農業7月期間默默發揮吸煞鎮宅嘅功效。粗鹽安宅秘法對屋企不同成員喺2026下半年嘅改運效果各有不同。對於一家之主嘅男主人嚟講，上半年喺丙午馬年雙火相煎之下，你在職場上可能面臨極大嘅壓力，老細經常冇端端照肺，下屬陽奉陰違，生意上遇到嘅合作夥伴全係誇大其詞嘅騙子。粗鹽安宅能幫你抽走大門口嘅小人煞同燥火，讓你在立秋同鬼月期間思維清晰，喺事業上做出精準嘅決策，重新奪回職場話事權，生意訂單陸續有來。對於家庭主婦同女主人嚟講，上半年你可能無緣無故感到抑鬱焦慮、失眠多夢，而且婦科健康同腸胃容易出現隱患。夫妻之間經常因為小小事就嘈大鑊。粗鹽安宅能吸走大門口積聚嘅陰濕之氣與情緒毒素，平復你嘅情緒，讓你喺下半年容光煥發，家庭和睦，夫妻感情回溫。對於正在求學或者剛入職場嘅仔女嚟講，上半年佢哋嘅文昌思維容易被燥火打亂，讀書集中唔到注意力，考試成績一落千丈，喺公司努力工作卻得唔到老細嘅賞識。粗鹽安宅嘅金土磁場能幫佢哋清空門口嘅雜念同埋阻礙，讓佢哋喺下半年讀書聰明伶俐，喺職場上貴人相助，順風順水。對於家裏面嘅長者嚟講，粗鹽安宅能吸收大門口嘅慢性病氣與衰氣，保佑佢哋喺下半年睡眠品質提升，身體健康，安享晚年。粗鹽安宅秘法對12生肖喺鬼門開前後嘅特定磁場清理更加有住極之微妙嘅影響。如果你的生肖係屬馬或者屬鼠，今年本命年值太歲或者正沖太歲，水火極度相沖，你在大門玄關擺放粗鹽安宅碗，粗鹽嘅坤土之氣能起到極佳嘅通關作用，將水火相沖嘅猛烈火氣轉化為土生金嘅財氣，幫你喺鬼月期間化解車禍意外同官非破財。屬馬嘅朋友上半年心火太旺，粗鹽安宅能幫你引火下行，平復肝火。屬鼠嘅朋友上半年正沖太歲，職場上容易被同行惡意競爭，粗鹽安宅能喺你大門口形成一層保護膜，化解暗處嘅戰煞。如果你的生肖係屬牛或者屬羊，今年面臨害太歲同刑太歲，性格容易固執衝動，粗鹽安宅能吸走門口積聚嘅燥土之氣，讓你喺下半年人際關係大轉彎，避開親朋好友嘅借錢騷擾與財務糾紛。如果你的生肖係屬虎或者屬兔，五行屬木，今年猛火耗蝕你哋嘅木氣，搞到你哋經常覺得毗鄰不堪。粗鹽安宅碗底下嘅3個大銀仔，金生水，水生木，能源源不絕，咁生旺你哋嘅木氣，幫你哋喺下半年重新恢復蓬勃嘅事業生機。屬虎嘅朋友，下半年會有跨界合作嘅機會。粗鹽安宅能清理你思維上面嘅迷漏，
屬兔嘅朋友下半年文昌運大開，粗鹽安宅能幫你喺考試或者升職評定中脫局而出。如果你的生肖係屬蛇或者屬龍，上半年火土太旺，貴人運被遮蔽，粗鹽安宅能清空大門口嘅陰霾，讓你在立秋之後一眼看清身邊都係真貴人，都係假朋友。屬蛇嘅朋友今年暗合太歲，粗鹽安宅能幫你鎖住商業機密。屬龍嘅朋友下半年財星高照，粗鹽安宅能幫你洗去上半年嘅投資陰影，重新恢復精準嘅投資眼光。如果你的生肖係屬猴或者屬雞，五行屬金，立秋之後正係你哋辛金與酉金當權嘅大主場。粗鹽安宅碗裏面嘅3個大銀仔能幫你哋洗淨金器上面嘅灰塵，讓你哋喺下半年求財精準，投資理財連年獲利。屬猴嘅朋友下半年偏財運爆棚，粗鹽安宅能幫你吸引意外嘅橫財消息。屬雞嘅朋友下半年正財穩固，粗鹽安宅能幫你爭取到加薪同埋高額獎金。如果你的生肖係屬豬或者屬狗，下半年偏財運極旺，粗鹽安宅能鎖死你哋嘅財富，防止你哋中咗橫財之後又無端端因為家庭意外開支而漏走。屬豬嘅朋友下半年有置業或者買樓嘅好運，粗鹽安宅能幫你避開房屋產權嘅陷阱。屬狗嘅朋友今年3合太歲，粗鹽安宅能幫你將下半年嘅貴人運發揮到極致，特別係喺香港嘅各個典型屋苑同住宅格局入面，大門口粗鹽安宅秘法嘅擺放更要極神家宅嘅實際地形，例如太古城、美孚新村、沙田第一城、黃埔花園、荃灣中心、屯門時代廣場、將軍澳日出康城、元朗優越屋苑或者觀塘葵涌柴灣嘅公屋居屋格局。如果大門正對住走廊嘅垃圾房、電梯口或者消防栓，外界嘅雜氣極重，將裝有乾粗鹽與硬幣嘅小碗擺喺大門玄關內側，能形成一道堅固嘅風水屏障，將外界嘅垃圾煞同電磁煞徹底隔絕喺門外。如果你的住宅係近年流行嘅納米樓或者開放式廚房格局大門，一打開就直接睇到廚房水龍頭或者客廳沙發。開放式廚房嘅灶台火氣與水龍頭，水氣喺好窄嘅空間裏面直衝大門，呢個喺風水上叫水火對沖門。你就大門玄關擺放粗鹽安宅碗，粗鹽嘅坤土之氣能吸收開放式廚房散發出嚟嘅混濁油煙與燥火，保護客廳嘅明堂氣場不受污染。如果你的住宅係帶有黑廁或者廁所無窗嘅格局，廁所積聚嘅陰濕臭氣容易從小門仔透到大門玄關裏面，你在大門玄關擺放粗鹽安宅碗，粗鹽嘅金土磁場能有效吸附濕臭之氣，防止多氣破壞你全家人喺鬼月期間嘅財運。如果你的住宅窗戶正對住外面嘅高壓電線塔、天線，或者係對面大樓嘅尖角，呢個喺風水上叫電磁煞與尖角煞，高頻嘅電磁波會打亂你大門口嘅微磁場。你在大門玄關擺放粗鹽安宅碗，粗鹽嘅陽氣能擋住外界嘅尖角煞氣，保護大門口嘅納氣通道不受干擾。特別係對於住在香港村屋、唐樓地下單位或者係低層住戶嘅朋友，因為房屋貼近地面，地底嘅陰濕地氣同潮氣比高層單位重數倍。喺農曆7月鬼月期間，低層單位和大門朝北嘅住戶大門口最容易積聚陰濕雜氣。低層單位與村屋地下嘅朋友喺大門玄關擺放粗鹽安宅碗時，可以在碗旁邊擺放一盤生機勃勃嘅萬年青或者富貴竹。綠植旺盛嘅木氣與粗鹽嘅坤土之氣極行，喺風水上叫土木相生，陰陽調和，能最快咁將地底湧出嘅陰濕地氣轉化為生旺家宅嘅生氣，保佑住在裏面嘅老人家腳骨力強健，少受關節痛與風濕之苦。喺粗鹽安宅碗擺放喺玄關嘅這半個月裏面，粗鹽本身嘅物理形態與水分變化，喺玄學診斷上更能含住極之精妙嘅家宅氣場健康密碼。好多人喺大門口擺放粗鹽碗幾天之後，會發現原本乾燥粒粒分明嘅白色粗鹽結成咗一塊塊硬邦邦嘅鹽塊，或者係粗鹽嘅表面出現咗微微發黃發灰嘅顏色。千萬唔好害怕，呢啲喺風水上叫做結鹽吸煞衰氣顯形。天然粗鹽具有極強嘅吸濕性同埋微電磁波吸附力。大門口作為家宅第一納氣口，所有人進出帶返嚟嘅外界雜氣、濕氣與小人煞，一進門就會被粗鹽碗吸附沉浸。粗鹽變硬或者變色，正正代表粗鹽已經幫你將原本會直衝客廳嘅低頻雜氣死死鎖喺碗裏面。如果粗鹽喺幾天內結出如雪花一樣嘅白色鹽霜向上爬出碗口，呢個叫攀鹽化煞，說明你大門口外界嘅煞氣極重。
粗鹽正喺度超負荷咁幫你安宅。遇到這種情況，你可以在龍灣7月15中元節過後，將變色發硬嘅舊粗鹽用垃圾袋包好扔出家門外，重新換上一碗全新嘅乾粗鹽。呢個叫去煞流吉，氣場上身。除咗粗鹽安宅碗嘅物理變化，大門口地替嘅材質顏色同埋清潔，喺鬼月期間更有住不可忽視嘅防護天機。大門口嘅地鐵喺玄學上被稱為門口嘅過欄網同埋踏腳石。喺香港8月嘅颱風同雨季期間，很多人返到屋企，鞋底沾滿咗街上嘅雨水同泥塵。如果大門口嘅地體幾年唔洗唔換，地體內部積聚咗厚厚嘅黑垢同霉菌，呢個喺風水上叫破體，擋路霉氣壓財。發霉嘅地體24小時喺大門口散發混濁嘅霉氣，立秋隨風而來嘅金水財氣一吹到門口，立刻會被發霉地體污染成衰氣。喺8月13號鬼門開之前，請你將大門口破損發霉嘅舊地體立刻扔掉，或者用溫水同粗鹽將地體洗乾淨曬乾地體底下嘅地面，可以用柚子入水或者粗鹽水鐵底擦實一遍，將積聚喺地體底下嘅地底煞氣鐵底淨化。乾淨整潔嘅地體配合粗鹽安宅碗，才能做到門口納氣清吉，財氣順暢入屋。大門口地體嘅顏色更要根據你家大門嘅8方朝向去進行精準嘅5行對應。如果你嘅大門朝向正南方，2026丙午年正南方係五黃廉心大空星飛臨之地，大門地體最適宜使用黃色或者棕色，利用坤土之氣去食掉五黃廉貪星嘅烈火燥煞。如果大門朝向正北方，正北方係7尺破軍偏財位，地體適宜使用白色或者金色，金生水旺，能將7尺空星轉化為催旺橫財嘅強大動力。如果大門朝向正東方或者東南方，一白螳螂吉星飛臨，地鐵適宜使用藍色或者黑色水木相生，能大幅催旺你仔女嘅文昌運與職場貴人運。如果大門朝向西南方，八白正財位飛臨，地鐵適宜使用紅色或者紫色火生土旺，能讓打工仔升職加薪，生意人資金周轉順暢。選對地體顏色，配合大門口嘅粗鹽安宅碗，才能做到5行大通關，門口財氣大開。大門口納氣通道嘅淨化，仲會直接改善你同家人夜晚歸家後嘅隨身氣場。好多香港嘅打工仔同上班族，因為夜晚加班或者社交聚會，需要喺深夜10點甚至乎12點之後才返到屋企。深夜嘅街頭、港鐵站、巴士站與舊式大派走廊，陰氣同運毒氣場最盛。如果你喺深夜返到屋企，喺大門口玄關做咗以下3個精準嘅淨化小動作，能幫你將外面嘅衰氣鐵底隔絕喺門外。第一，喺大門口脫下鞋子時，鞋尖統一朝向大門外側擺放，呢個叫踢煞出門。第二，喺玄關處將穿過嘅外套脫下，掛喺玄關專用衣架上，千萬唔好穿住外衣直接坐喺客廳沙發或者躺喺側室床沿上。第三，進門後立刻去洗手間用溫水與少許粗鹽洗手，洗臉粗鹽水能瞬間洗去你雙手同面部喺外面沾染嘅微小電磁煞與混濁雜氣，讓你大腦神經瞬間恢復清爽，夜晚入睡更加深沉。除咗大門口玄關擺放粗鹽安宅碗，8月13號鬼門開當天，大門口玄關嘅燈光與電磁環境管理，更加係配合粗鹽安宅秘法，發揮最大化煞威力嘅關鍵一環。好多香港家庭喺玄關入口雖然清理咗雜物，但為了慳電，玄關嘅燈光長年處於昏暗狀態，甚至乎玄關嘅燈泡壞咗閃閃下幾個月都懶得去換。呢個喺風水上叫做開門見暗，前途暗淡。大門玄關作為全家納氣嘅咽喉，如果光線昏暗嘅環境，正正就係外界游離陰氣最喜歡唞息嘅溫床。喺8月13號鬼門開當天起，連續3天3夜，你必須保持大門玄關嘅暖黃光燈泡長明。呢個喺風水上叫做點亮財路，陽氣不滅。充足嘅暖光能鐵底激活粗鹽碗裏面3個硬幣嘅金氣磁場，將外界隨風而嚟嘅金水財氣像磁石一樣源源不絕咁吸入你嘅大門口，並順暢注入客廳嘅財富入面。而且現代香港9成以上嘅大門都安裝咗電子鎖、密碼鎖或者指紋鎖。電子鎖內部嘅微電磁同高頻電磁波喺大門口形成咗一股持續干擾微磁場嘅高頻電磁煞。如果你的大門玄關燈光昏暗，電子鎖釋放嘅高頻電磁煞會與外界鬼月嘅陰濕氣場強行共振，搞到你在家裏面情緒暴躁，夫妻之間無緣無故嘈大鑊，而且喺深夜做投資理財決定時衝動糊塗，下單買股票隔天立刻面臨跳水暴跌，
知今年被強行套路，你在玄關擺放粗鹽安澤碗，並且點亮玄關嘅長明燈，暖光與金氣能有效中和電子所帶嚟嘅高頻電磁煞，保護你家宅大門口嘅納氣通道清吉純正。再加上大門口旁邊如果擺放咗 WiFi 路由器同埋電視機頂盒， WiFi 路由器釋放嘅高頻電磁波喺風水上屬喺強烈的火性電磁煞。喺2026丙午馬年雙火重襲嘅年份，粗鹽安澤碗裏面嘅金屬硬幣與粗鹽能完美起到火生土土生金嘅通關作用，將電磁火煞轉化為生旺家宅嘅大財氣。大門玄關嘅納氣清吉與家宅裏面浴室同埋廁所嘅水路風水亦有住極之緊密嘅連帶關係。喺2026丙午馬年，大門係納氣口，而廁所代表家宅嘅排污與去煞通道。好多人喺8月13號鬼門開期間注意咗大門口嘅清理，卻忽略咗浴室同廁所嘅衛生。如果你的廁所水龍頭或者水箱長年滴水漏水，或者係上完廁所沖水時唔蓋馬桶蓋，呢個喺風水上叫水路破裂，毒水煞蔓延。沖水瞬間產生嘅強烈氣流，會將馬桶裏面嘅微小氣同毒水煞噴散到整個浴室。如果浴室門常開，呢股毒水煞會直衝大門玄關同埋客廳，污染大門口剛剛吸入嘅立秋金水財氣。呢啲會直接導致你喺下半年出現莫名其妙嘅大筆開支，例如車仔壞咗要收醫療費支出增加，或者係投資被騙，你辛苦賺返嚟嘅血汗錢會像滴水一樣不知不覺漏得一乾二淨。你在大門玄關擺放粗鹽安澤碗，並且喺8月13號鬼門開期間隨手關緊廁所門蓋、上馬桶蓋。粗鹽嘅金土磁場能有效吸收客廳同玄關流動嘅微小濕煞，保護大門口嘅財帛宮不受毒水煞污染，保佑打工仔喺下半年職場上飯碗穩如泰山，自己做生意嘅朋友資金周轉極之順暢。大門口納氣通道嘅保護仲會直接延伸到廚房與餐桌呢個家宅糧倉。廣東話講得好，民以食為天。廚房嘅米缸同埋餐桌喺風水上代表住一家人嘅食力同埋財富積蓄。如果在8月13號鬼門開期間，你嘅廚房米缸空空如也，或者係餐桌上面長期堆滿雜物、過期藥物同埋未洗嘅急碗碟，呢個喺玄學上叫梁沖空虛弱煞沖門。大門口吸入嘅財氣一流到廚房同餐桌，看到梁沖混亂，財氣會瞬間散去。你在大門玄關擺放粗鹽安澤碗，同時喺鬼門開前夕將廚房嘅米缸裝滿新米，將餐桌整理乾淨。呢個喺風水上叫做門口安澤，糧倉滿日。呢種佈局能保佑你全家人喺下半年職場上飯碗穩固，衣食無憂，金玉滿堂。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俾咗你極大嘅啟發，讓你明白了大門口風水同家運嘅真正天機，請你即刻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訂閱我哋頻道就等於請咗一位隨身嘅風水顧問返屋企，隨時為你同你嘅家族保駕護航。同時請大家喺留言區打低吉星高照衰氣退散呢8個字，呢8個字帶有極之強大嘅正能量磁場。當你打出呢8個字嘅一瞬間，就等於向宇宙宣告，你已經準備好喺鬼門開當天鎖死大門納氣口，將隨身嘅衰氣徹底驅散，迎接下半年嘅正財與橫財滾滾而來。喺8月13號鬼門開，農曆7月初1到8月26號，農曆7月15，中元節呢半個月期間，請你保持大門玄關內側嘅粗鹽安澤碗完好無損，不要隨意拿出嚟或者移動位置。連續半個月嘅粗鹽安澤能為你家宅提供整個鬼月期間最穩定、最持久嘅鎮宅庇佑。到了農曆7月15中元節之後，你可以喺早晨辰時將粗鹽碗拿出嚟，裏面嘅乾粗鹽可以用垃圾袋包好扔出家門外，硬幣可以用清水洗乾淨，繼續作為日常貨幣使用。呢個叫去煞留吉，財氣常新。玄學風水嘅核心永遠係天人合一與心念嘅轉變。喺8月13號鬼門開前夕，清理大門口對面嘅鏡煞同走廊垃圾，喺玄關擺放粗鹽安澤碗，點亮玄關嘅長明燈，代表住你用一種敬畏、理智、積極嘅態度去對待大自然與生活。當你幫家宅大門口扣起扭乾淨正能量嘅納氣防線，你個人嘅微磁場自然會變得陽光、自信與豁達。一個充滿正能量、做事謹慎且懂得保護自己家宅財富嘅人，走到哪裏都會得到神明護佑、貴人相助，事業同家庭自然會蒸蒸日上。2026丙午年嘅農曆7月鬼門即將大開，希望大家都能抓緊最後呢24小時嘅時間，
對自己屋企嘅大門口進行一次徹底嘅大檢查與大清理，安習化煞，點亮長明燈，用最乾淨、最正能量嘅姿態去迎接立秋之後嘅大財氣。如果覺得今日呢部影片給咗你啟發同幫助，請你即刻點讚、訂閱風生水起堂，並且將影片分享給身邊每一個你關心嘅親人同朋友，分享善知識，功德無量。最後請大家喺留言區打低金玉滿堂呢4個字，祝福大家喺龍年7月期間神明護佑、鎮宅避煞、出入平安，全家身體健康，事事順意，貴人相助，金玉滿堂。我哋下期影片再見。